正道题目是第一个新约，请陈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你互阮自己伫遮。今仔日的讲题是罗卜第3摆对会友所讲的。恳求主施阮怜悯。因为这个故事是你放伫阮的教会的记号，恳求主将这个故事成做每一个兄弟姊妹因家己的故事，将这个新约成做因生命的记号，因为主你的恩典要教阮对担。一直到阮生命的路尾，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刘兄弟，圣经内底有一个记载，一个人叫做约书亚。约书亚是摩西所砍起来的头脚师啊。摩西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一个因的历史非常重要的领导者。伊牵一个囡仔叫做约书亚，对于细汉一直带到伊大汉壮年，摩西伊袂当入去迦南地。这个故事咱拢讲过，因为摩西伫服侍内面，互上帝无欢喜。所以摩西就叫约书亚讲：“你甲这个百姓带入去迦南地。”约书亚甲这群百姓带入去迦南地了，伫伊要死之前，伊甲所有伊的囡仔、伊的亲人朋友拢叫到伊的面头前。伊甲因讲一句话：“伊讲我要去世间人应该爱行的路，我要爱恁会记得一项代志。”就是上帝的每一句话从不落空。台语翻译讲，上帝的话绝对无漏交。咱若详细读圣经，圣经每一个伟大的人，伊拢会留落伊一句要甲世世代代基督徒讲的话。约书亚讲的这句话，深深感动我。今仔日这个题目，我咧讲伊的心情，就是甲约书亚足共款的。那亲像甲我所听的兄弟姊妹招来，讲我要甲恁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我伫德堂教会第一个领受到的故事，是第一摆上帝亲自对我讲话的故事。我毋知要安怎甲这个故事安怎放入恁的心中，因为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伊必须爱去经验，必须爱去领受的。这个故事我直接讲第3遍。我第2遍的时阵，我就写了我今仔日所要讲的。伫我讲道的册内底，我写我第3遍我要安怎讲。我做一个祈祷，我讲主耶稣第3遍咧讲的时阵，你爱互我成做一个见证，你爱互我的兄弟姊妹深深认捌，这是要进入上帝你的听恩典的一个上界大的祝福，是咱要为遮入去。那位兄弟姊妹，检查我若讲，我拄仔来教会的时阵，有个人的心中就开始哀叫。但牧师一定要去讲，迄个时阵教会足散的，教会迄个时阵拢总无人，无毋对啊。
咱就是为安尼起来。咱的教会第一个分类，啥物都无，咱爱去甲别人借地毯吼，借地毯，阮去搬地毯迄日，迄间教会的长老对咱的长老讲，阮会当借恁，但是吼，阮教会若落雨，拢毋甘摕出来用，所以若是迄日落雨，恁嘛毋好用，吼，因为安那古早的品质无好，可能会洗就褪色。洗冲到暗暝，恁迄日有用到地毯无？恁一定袂记去啊！因为恁迄日足快乐的，有地毯无地毯算啥物对无？咱兄弟姊妹，为虾米第一个新约的故事会遐尼深来教示我，来引带我？我必须爱感谢早期留来无离开德堂教会迄几户的会友。阮来遮的时阵，真正咧做礼拜是个位数，留来的人实在是上帝爱因伫遮复兴教会的人。虽然人少，但是因真认真。阮常常咧讲，咱教会要来做啥物？咱教会要来做啥物？迄个时阵，大家想一个办法，咱请女中的会友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。女中的会友嘛真疼因故乡的教会，大家安那相招，有时间就倒转来。伫迄个时阵，咱感觉做礼拜了就散开，真可惜。就有几个妈妈去后壁灶骹，就开始简单煮一个面，炒一个什物货，啊，大家真快乐做伙，迄是咱教会爱餐的开始吼。无偌久，咱教会有一个中级去参加中会的培灵会，伊转来。伊足兴奋的，伊嘛足欢喜。伊讲牧师，吼，阮即届去培灵会有一个讲师吼，你一定爱甲伊聘来啦。迄来吼，咱教会就热起来啊啦。我讲遐尼厉害，好，好，我就敲电话去甲邀请。啊，邀请了无偌久，因的教会就敲电话来。伊就问咱教会伫倒位？30几年前无啥物电脑通去找啦吼。伊就问讲：啊，恁教会即马聚会几个人？哦，问了伊就哦，我会替恁祈祷吼。嘿，恁教会真需要哦，爱拍拼好。啊，得着足大的安慰。伊甲我讲：我即柜排满，你后柜吼，你敲电话来，我就甲恁排入去。咱教会是3个月一柜，我连续3柜敲电话去，我接到拢讲哇已经排满，吼啊！我明年你明年1月敲来吼，我一定甲你排。我1月敲电话去，有排着无？有排着无？伊讲哇真歹势吼，好我。尽量甲你敲，我若敲着，我敲电话甲你讲。迄个下晡，迄个时阵我是担任传道部的书记。迄个下晡我去中华开会，传道部咧讨论迄个4月份的培灵会要邀请啥物人，嘛是有人提起讲一个讲师。啊，我就若像甲伊足熟悉，我就讲哇，伊足无用的啦。吼，我敲电话甲邀请，伊拢无用。但是内底有一个真有经验的牧师讲：你即马随卡，你甲伊讲你是中华中会传道部要甲邀请，我就甲卡，哇，真顺利呢，排好啊！伊佫讲我是上帝罗卜原理差遣，哎，
刘兄弟，我毋是咧讲伊的歹话哦。我伫遮毋是咧叫恁去，等者甲我问讲，牧师，迄个是啥？咱教会永远拢卖互来，伊嘛无机会出来讲道啊。刘兄弟，我毋是要制造即种毋对的想法，我是要甲恁讲，迄个时阵，因为即项代志，咱得到一个更较好的宝贝。伫开会当中，遐牧师就讲啊，迄个我啥物时阵嘛有叫伊来讲啊，吼，伊嘛随来安尼吼。迄个时阵交通真无便利，我是坐公车到中华，我行到公车的头前的时阵，我毋知安那呢，我的目屎一直流。我是讲，我为什么一直流目屎？爬去咧公车的面顶，我阁依然一直流目屎。我是咧靠什么呢？我家己毋知影，我家己一直流目屎。迄个时阵爱坐到鼻头，鼻头爱行路入来。牧师伫加拿大咧训练，无人通去载我。我为鼻头行路入来。约顿的时阵，行到这个庄舍要入庄的时阵，我足艰苦的。我讲，上帝啊，较会安尼。阮来遮，遮人足不友善的，遮人甲我讲足侪真歹听的话。但是偏偏爱的团体，偏偏家己教会的团体，咧讲爱的团体，为什么目睭大细蕊？阮的教会遐歹吗？约顿教会，互人看遐无吗？我详细想，有可能哦。咱隔壁教会吼，甲我讲，伊讲吼，恁教会会友吼，着输阮圣歌队的人。有影呢。人因圣歌队的人比咱的会友搁较侪，实在是毋知要安怎，感觉来遮无气力，毋知要安怎服侍。好佳在我有读圣经的习惯，伫迄日过了，我常常咧想，哎呀，为什么安尼？有一日我开始读圣经，就是读到约翰。我为约翰第1章开始读，第2章开始读。第2章讲约翰所写的记载的第1个新约，我读了。其实，拄我读一遍的时阵，并无啥物真特别的感动。但是当读了，我坐休困的时阵，忽然间，那亲像耶稣咧甲我讲话。耶稣讲：“我甲你什么关系？”他拄啊，迄个圣经在耶稣问伊的老母：“我甲你什么关系？”我甲耶稣讲：“耶稣，这间教会你的呢？我是你的传道的人呢？你甲我的关系？”足深的哦，足深的。煞咧，耶稣甲我讲：“你若知影你甲我的关系，为什么你去找人？你无爱来找我？”迄个时阵，好亲像玛利亚佮走出来。玛利亚甲我讲：“你要甲耶稣讲啊，你要照耶稣的话做啊。耶稣讲啥，你着做啥物。”伫迄个时阵。我常常庆幸，第1个新约的故事是搁真搁活的呢。我得搁认真搁较读一遍。第1个新约到底咧讲啥物？第1个新约咧讲耶稣转去加利利的边啊，一个小乡村叫做迦纳。迄个小乡村内底有一个婚礼。迄个婚礼可能是因妈妈的亲情啦吼，因为因妈妈伫遐咧斗3工。耶稣甲伊的学生
足欢喜行到遐参加。咱敢知犹太人的婚礼结婚了，因爱庆祝几日？爱庆祝7日，爱庆祝7日吼。这7日亲情陆陆续续来，足欢喜的，食物件、啉烧酒、跳舞、开讲吼，是一个足快乐的庆祝。当真快乐的时阵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点点我去甲耶稣讲：“嗨啊啦，无烧酒啊啦，无烧酒啊！”咱兄弟姊妹，咱咧读的这是2000年前的社会，毋是亲像即嘛无烧酒吼，我敲电话来叫，迄个时阵这是无可能的吼，无烧酒是足严重的代志。耶稣甲伊妈妈讲：“这甲我什么关系？”足侪人讲耶稣较会应安尼，其实有足侪人针对即句话去想去找，即句话原来是咧讲吼，这咱台湾人嘛有即个讲法哦。咱台湾人嘛讲啊，咱敢得爱安尼讲，意思讲我们两个的关系。你毋免讲，我得甲你做啊。耶稣讲即句话，真正的意思是讲，你免甲我讲啦，我知啦。吼，你交代我，我就去做。那位兄弟姊妹，耶稣安怎做？耶稣的妈妈毋知耶稣要安怎做，这才是奇怪的所在。耶稣毋捌显出任何的新者。耶稣拄啊出来传福音，但是伊的妈妈知影伊的囝会当做甚物，这实在是一个老母爱学习的智慧吼。老母爱学习的智慧。然后耶稣的妈妈甲边仔的人讲吼，伊讲啥，恁就做啥。两位兄弟姊妹。即句话哪像咧对我讲的？耶稣讲啥物，你就做啥物。遮个负责酒的人，耶稣甲伊讲：恁去外口迄6口的石缸内底已经无水啊，因为人客足侪。迄6口石缸咧创啥？你互人入来洗手面的啊，洗骹的啊，水已经无啊。耶稣讲：你去甲因打水打好满。有人专门去研究讲6口的石缸到底偌济水啦，180加仑的水啦。这个萝卜安静顺服，因就去打水放伫遐。等于遐这，咱若是这使用人，咱会安怎想？婚礼拢是去斗3工，拢是有关系的人去斗3工。我咧想吼，若是我一定讲耶稣是无酒啦，毋是无水啦。若是恁会安怎甲耶稣讲？但这个人伊拢无讲，伊就去甲遐倒好满，放好好。然后耶稣搁做一个，搁较趣味。耶稣甲伊讲：来，舀出来，互人啉。竟然无人甲伊应讲，耶稣这是水呢，要安怎啉？舀出来。两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新约最后上界关键的是这字，你要甲伊舀出来。当舀出来了，新约才会发生。放伫迄内底，新约袂发生。我咧想，这款的道理，耶稣到底咧讲啥？我想，咱的教会是啥物拢无的教会。咱若是要互耶稣填满咱。咱若要承受耶稣足侪恩典的，咱是毋是爱学习伊？咱爱甲伊舀出来，咱爱甲别人分享，这才是咱的教会爱行正确的道路。咱看做咱啥物都拢无，但是我要甲你分享，上帝会互我足侪恩典，甲别人来分享。为遐开始，咱即间啥物都无的教会，咱开始做儿童图书馆。我到处去甲我的朋友讨册，你有迄囡仔看了，你即嘛无咧看的册无？然后甲遐册整理了，
互社区的囡仔入来咱内底看册。上帝恩典必须要提出来，上帝予咱的水一定要涌出来，才有法度成做芳芳的酒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咱拢足平凡的呢，咱拢无算做是啥物，咱拢毋是金字塔顶尖的人，但是咱拢毋免欣赏别人，咱是平凡的水，但是咱通过咱的耶稣基督。伊会甲咱变做啥物？芳芳贵重，人拢足爱的好酒。这就是第一个神迹要甲咱讲的。上帝要予咱的智慧，但是咱要领受这个神迹，成做咱生命的记号。神迹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记号。咱必须要注意到，这个故事内底有3点的态度。第一个态度，找耶稣，找人无效啦，找耶稣。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你有啥物欠缺无？哎呀，我是足平凡的人，但是我有足侪理想，足侪盼望。甲耶稣讲，甲耶稣讲，这是咱第一个态度。第二个态度是玛利亚甲咱教的，照耶稣讲的去做。毋是照咱想的去做，这是困难哦。但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学习，当你读较侪圣经，当你搁较侪祈祷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耶稣爱你做啥物，敢毋是安尼？第三个态度是我上爱顺服，顺服，甚至发生。一定是顺服内面所发生的，顺服耶稣讲的每一句话，无质疑，无想讲爱着水，我是安怎甲舀出来互人啉？无哦，伊就舀出来，伊摕去互鉴定酒好歹的人啉，遐人讲哇，这是上好的酒。伊咧甲咱讲啥物？伫你顺服当中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方法，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若足平凡，亲像水，你拢无气力，你拢无啥物特别的才能，啥物，但是耶稣会照伊的方法，互你变做丰盛、美满，佮受祝福、贵重的人生。两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，这个见证，伫我开始30年前讲第一摆的时阵，我2018年佮讲一摆。2018年要讲的，我伫第3摆要讲的讲道，我就写好啊。伫遐我写上帝啊！我的救主耶稣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互我伫遮看到迦南的恩赦，你一定伫遮会互我看到水变做酒的贵重，你一定会互我看到德堂教会伫主你的听的内面所有的改变，你一定伫遮互我拄着真济主你备办来遮要服侍你的人。主，你一定互我拄着，伫遮有足侪甘甜的生活的经验。主，你一定互我伫要离开这个所在的时阵，我看到我一个足侪会友，嘛是共款用迦南的恩赦，成做因生命受祝福的记号。这是我迄个时阵所写落，嘛是我迄个时阵所安排，要伫我今仔日所讲的。这个故事，互我去想起来，是因为顶礼拜，咱已经停3年的儿童营，儿童营的造就是造就伫咱家己的囡仔，因一代传一代，因咧教因办一个营会，教因安怎去互相
因中间内底去磨合无共款的意见，伊嘛要教因互相顺服，大汉的帮助细汉的。伫这有一暗，有一个囡仔，伊甲迄个上细汉的讲：“你要睡觉咯，时间到啊！”迄个囡仔无讲第二句话，伊徛起来，伊就要去困，因为这是团契大哥所讲的话。但是边仔有一个搁较大的大哥哥，就甲叫伊去困。迄个讲，你以前拢有人带你去困，陪你困，叫伊去困，这个人马上徛起来，带伊起来困。第一下我看到这幕，我非常的欢喜。我感谢主，这3年 COVID 所停掉的，但是咱教会囡仔顺服的心无停掉，咱教会互相疼痛合一的心无停掉，我就感谢主咧。人客来咱遮做伙食爱餐了，咱的青年伫遐收，伫遐路途骹，足侪人走来甲我问讲。牧师，迄你是安怎教？我讲无安怎教，大汉的做，细汉的就会做。咱兄弟姊妹，30年后，莫讲甲较远，10年后，咱的教会才会真好建立起来的习惯，还佫有得咧无？我想这毋是我的问题。我想，今仔日我嘛要将这个祝福送予恁。第一个新日的祝福，予恁的生命通过这3个态度，真做甘、佮贵重、佮美丽的人生。两位兄弟姊妹，这3个态度恁敢会记咧？第一个态度是啥物？找耶稣。找人无效，以后阮若离开这段教会，恁若讲啊，教会较安尼紧来找问陈牧师、问曾牧师，讲要安那？毋对啦，找人无效，爱找啥？找耶稣，紧祈祷，较紧祈祷。第二个，找耶稣了，你爱安那？照耶稣讲的做。耶稣伊要安怎甲你讲？耶稣伊要做啥？这足奇妙的呢！耶稣绝对袂照你想的吼，甲你做。耶稣会照伊安排上好的互你。10多年前我破病的时阵，我只有想一样代志。我讲吼，我的囡仔吼爱较紧结婚，互我看会到因结婚。我就一直祈祷，耶稣拢无互我呢，因为耶稣要留我的性命。到至即嘛，我也搁咧祈祷呢，因为耶稣要互我，一定是上好的。耶稣嘛会当将上好的性命互恁，敢毋是安尼？第3个态度是啥物？顺服。你若顺服你的生命，顺服啥？顺服伫耶稣的教示内底，顺服伫耶稣的话内底。当咱看到啥物无好，要甲编出来的时阵，想者耶稣安怎讲？当咱误会，可能毋是误会，咱看着，咱想者耶稣安怎讲？两位兄弟姊妹，顺服是一个足大的功课。但是你若进入来顺服的内面，你的人生就无共款。最后，我要甲咱做一个提醒：耶稣予咱的恩典，咱必须爱家养出来，甲别人分享。这堂教会硬体设备目前应该拢有够。咱兄弟姊妹去看咱教会即摆欠啥物货？伫你的画面内底，你欠啥物？你有欠上帝的话无？
为什么大概我拄着代志，我开始要想上帝要甲我讲倒一句话的时阵，我就要开始去现圣经。迄句话应该主动为你的头壳走出来才对啊！咱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欠什么？有欠服侍的热情无？有欠信仰的栽培无？有欠会友，有欠灵命的建立无？咱有足侪欠的物件，咱有足侪空的石缸摆伫遐，咱来求上帝甲咱填满，然后安怎？咱行出来，咱服侍，咱将这物件养出来，甲人服侍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我甲社区一个太太故事做结束。伫我来德堂教会第一日，恁敢知我第一日做啥物代志？我甲所有行李放，我去买扫帚。因为我第一日入来，迄个时阵有幼稚园，幼稚园甲我讲，你拢袂使用阮的物件。哦，无要紧，我着去买扫帚，去买畚斗，去买桌布。迄是伫菜市仔内一间，迄个太太，伊甲我讲：“你倒位来？”我讲：“阮要来教会遮服侍。”哈，你家己来，还是人叫你来？我是讲，伊较会问安尼。然后伊甲我讲一个足趣味，伊讲：“你若家己来吼，较早转去。”你才会讲啊？我毋是啊，阮派来，阮派来。哦，你派来吼，爱较忍耐咧。我是讲，伊为虾米甲我讲安尼？伊即马生意真好，伊搬出来伫路遮开一间店。前无偌久，我搁去买物件。我聊聊啊熟悉啦，因为最近咱教会要用物件，我拢有甲叫。伊就甲我讲：“你几岁啊？”我就讲：“你几岁？”伊就甲我讲伊几岁。就讲：“恁几岁爱退休？”我就甲伊讲：“70岁退休。”你搁偌久？哇，看你头毛黏黏的，还搁真少年。我就讲：“无啦，念伊要退休。”伊甲我讲：“莫走啦，你爱老咧，莫走。”我一直笑，我甲讲：“咱第一届熟悉，你甲我讲啥？”伊讲：“我会记，我叫你紧走啊。”经过36年，伊叫我毋好走，因为伊看到咱的教会是上帝祝福的所在，平凡啊水无价值的所在。今日真做一个芳芳的见证伫遮，恁兄弟姊妹，恁继续维持落好无？咱继续互咱的教会伫第一个新者的祝福内面，长长久久，真做德堂地区的祝福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爸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伫阮大大欠缺的时阵。你予阮一条路，你教阮安怎跟对你。你用第一个信者，予阮领受要安怎甲你亲近，要安怎领受通过你，阮会当成做你贵重的囝儿。平凡的阮，要成做贵重的阮，拢是伫主你的祝福内面。恳求主祝福德堂教会，祝福德堂教会，成做这个社区养水的人。恳求主施恩、怜悯、甲疼痛。我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